新闻一开始来看，总统参选人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早起宣布复出的人选是艺人赖培霞。郭台铭学了赖培霞是上好的人选，两个人是上强的组合哦。赖培霞嘛强调讲，伊会利用沟通协调的专长来促成在野整合。今仔下晡要去美国访问的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侯友宜是无评论，讲伊回国就会来公布副总统的人选。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是认为讲赖培霞是袂歹的人选，嘛讲伊搁会找副手。连续出现表态独立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邀请捌伫台局人选之人坐龙架中扮演总统当选人的艺人赖培霞担任竞选副手。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我们深知民间需求，我们渴望为民服务，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赖培霞致辞的时阵，捌过拜后田，表示，就因为感觉台湾的经济政策不振，才会决定出任。也毋过也强调会善用沟通协调的专长，协助郭台铭促成在野整合。两个人会搁得期到中选会登记。那将伫14下昼启程访问美国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对郭副手无评论，也毋过讲家己的搭配人选会伫返台了后向各界报告。我不清楚郭董事长的规划了，华美会尽全力把我的工作很清楚的来跟美方建立一个深厚的一个情谊。赖培霞是一个资深演员的，这几年也做一些公益事业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呢。找那个女性副手，那现在目前进度应该在ongoing了，进行中。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是到台中有关立委参选人蔡碧如气势，伊也属意找女性副手，表示有缘伫咧定选人选中。记者综合报道。